花莲口湖乡的升龙湿地，这几年因为水位较悬，水鸟活动的空间受限制。林业署南投分署都和社区合作，启动这水位的控制。试验2届有发现，这水鸟数量大大增加，超过8成，拢总有记录到46种鸟仔类。会为今年9月到过当年3月，定期来执行水位的监控，希望会当下更较侪鸟仔来。新龙湿地原本是龙井地，但因为地质下陷和风台影响，造成溃堤海水倒灌，无法度建造龙地变成湿地。经过1年来生态保育和再造，成为国家的重要湿地。但这几年来因为水位偏悬，水鸟活动空间嘛受到限制。看它的涨退潮来拍照它的记录，然后南池也有一个。这里是北池，然后记录它是想要控制水位低一点，看能不能让那个候鸟多一点，因为它水很高，就是它们比较没办法觅食。林保署南投分署表示，这几年来新龙湿地水位偏悬，泥潭地落落时间不足。今年会同文管府、新龙社区等单位合作，为今年2月、3月头一届启动新龙湿地水位调控，降低水位后发现水鸟数量增加8成。首次水位调控降低5公分，水鸟数量从172增加到317只次，增幅达84%。南投分署已规划每年9月至3月期间，每月定期调控水位，目标为长时间维持低水位，以供水鸟利用。南投分署就讲，水位经过调降后，水鸟数量增加8成，总共记录到46种鸟类。包括大白鸢鸶、落卡等，拢是偏爱潜水，也是落泥潭地，是湿地生态多样性代表性指标。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。